大三巴已經變成旅遊區，想喺呢個商業地帶搞藝術似乎有啲困難，但就有人嘗試旁敲側擊，將一座失縮一角嘅古建築改建成私營藝術機構，或者咁樣反而可以開咗一條新路。其實澳門有一種幾百年嗰個中葡嗰個文化色彩喺度咯。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咁嘅環境之下長大咧，咁就算你唔從事藝術創作，你都會覺得嗰個城市氣氛係好有一種藝術色。即係話有啲人可能我從來都唔中意去博物館，但係佢都睇到好多文物啊嘛，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藝術嘅喺你身邊啦。呢個就澳門一個葡籍嘅攝影師咯，咁佢用咗一個鏡嗰個效果出嚟，咁成張畫有影嚇比較有趣味性。咁呢幅畫你嘅靈感咧係邊？靈感因為我去咗一個樂園咧，好多小朋友玩木馬嗰個地方，我自己玩完覺得係一個好，即係你覺得咦好似唔係現實世界喎，有少少感覺啦。咁我就將佢畫咗咁樣，即係好似夢境，調轉咗咁樣，一個夢境咁樣。咁靚嘅景啦，對住大三巴，其實呢個 building 嘅前身係咩嚟㗎？其實呢個 building 嘅前身咧，佢係民居嚟嘅，咁有好幾十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後期佢都有改變咗，咁幾年前咧，我哋租咗落嚟成個 complex 我哋做，發展到好似今日你見到嘅嘢啦。係啦，就一個集建築物啦，於藝術同埋美食於一身嘅 building 啦。咁其實你喺呢方面咧，藝術同商業點樣可以攞到平衡啊？第一，餐廳我哋嘅意念就係食都係藝術之一啦，咁藝術推廣啦。第二就係我哋其實係想以商嚟養藝術嘅，其實我哋就想有個金錢可以推動到呢樣私營企業去進行，同埋亦都好似有個地方俾啲 artist 去聚集，即係有個平台俾佢哋咯。喺澳門其實藝術家之間嘅交流都幾密嘅，可能地方比較細，我哋好容易聚埋一齊嚇，活動都好多咯呢幾年。工作室嘅工作室，其實啲 artist 本身各自都會有獨立自己一種創作方向喺度，以系統化或者一個市場嘅嗰種模式咧，香港係發展得比較水過我哋多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比較係良性啦，唔應該係話邊一個有優勢有劣勢，因為本身嗰個文化根底係唔同嘅。對於本土藝術工作者發展藝術可能只係起步階段，但對於已經有幾十年歷史嘅典當古建築，因為佢嘅自身價值，所以能夠屹立喺市中心，甚至被物色成為專賣中國工藝品嘅地方，令繁華嘅梳打埠散發陣陣古樸嘅氣味。聽梳打埠嘅人講，其實佢哋都好重視藝術，包括文藝作品，所以呢度就有個連香港都冇嘅金融圖書館，為梳打埠注入一份文藝養分。提到武俠小說作家咧，一定要提到金庸啦。呢度收藏咗好多好舊嘅金庸小說單行本，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唔同地區啦、唔同版本嘅金庸小說添。你講到最珍貴啊，當然咧就係金庸先生親自編出嚟嘅佢嘅親筆手稿啊。嗱，你哋平時喺屋企睇金庸小說就睇得多啦，喺呢個咁有金庸氣息嘅金庸圖書館度睇金庸小說喎，你哋有試過未呢？呢度唔算大，但就係武俠小說迷嘅世界。正如喺梳打埠嘅罅隙裏面發現綻放嘅世藝繁花。我中意周圍望、周圍走，因為每去一個地方都有唔同嘅領悟。呢次走入充滿葡國色彩同自然氣氛嘅龍環葡韻，再一次感受梳打埠。其實龍環葡韻呢度呢，我正確即係應該嚟過2次，今次第2次。咁我記得呢，嗰時一樣係呢個位啦。我望我對面呢，咁闊嘅海，嗰時起到一半啲樓，咁仲有一半係海嚟嘅。可能到我而家3年幾後再嚟，呢邊都起埋嘢。人有智慧有能力，佢可以做好多嘢，可以改變好多嘢。包括可以變到呢度咁繁華啦，調翻轉亦都可以製造咗好多噪音出嚟。當佢哋企喺對面喺度睇望過嚟，佢可能覺得呢度好平靜，可能係會覺得原來平靜嘅地方係越嚟越少。即係呢個係一個幾感嘆對我嚟講。
接觸好多澳門地道人，佢哋都真係好有熱誠、好真誠，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最值得保留。無論要經歷幾多百年、幾多個年代過去，我諗最緊要保留係呢一樣嘢咯，即係人同人啦、人對物啦，都係咯。1963可以係數目，係符號，甚至係回憶。每個人心裏面都有屬於自己嘅1963，我哋未必可以翻去，但梳打浮嘅年華就永遠印證喺心裏。